东京南路新茶花园。哎呀，原来个受雷处呢，还拉重新装修着。啥么子开工大吉家？风雨季，还是风雨季开得晚得来着？明年一些辰光，谁还得来吃米茶？让他头个家。现在吃米的人多，官占老板低，实在等不落着。生意也不得做，越做越做得大。你看看我的搿点人，下趟侪是你的顾客。这伢都带你风雨季来吃米。你到来边有来让员工，你俩一三干在，来来到上去叫你做回来。17年。一点侪是冯玉菊个哥哥啊！啊，对对。米还不还吃谁？看你多少啊？精神医生，生意兴隆。哎呦 ，OK。哪不吃香槟的家？你开那个辰光吃香槟。搞半天来啥人啊？不规则的，随便都还不能讲。哼。不讲谁不讲，但我浑身不得高，那个就把身子马上一晒生热，吃一日天四宝风，还要带着重油三花米走起。哦，你来吃啥么子家？虾子嘛都是这么刷出来的，吃晚餐下面要这么多人伺候啊？否则怎么卖118块钱呢？哎呦，一打手里也痛个家！哎呦，谁那痛啊？3颗是真的3颗的，不尝过不好吃的哇！那个谁是生活？我不吃你谁也吃我。哎，你花里哪帮我去3啊？哦，现在在河南也7块，这只块再还包，一场包也不带鸡牛是家。寿鱼三花面是收生面的天花板，吃花子、吃花人，不花男，看花子。这是讲一点花味还是吃花了？那么当然了，用花弄的那个指南。打包一份3虾面。哎呦，那我有花枝酱鱼啦！还是难不晓得，现在第一份三花面送1瓶花枝酱鱼，118块。臭！这个是我。我这让你孙子来等吃3花面啊！拜拜。哎呦，来了，你让侬孙子个3花面吃脱这家。上头有没拿名字？米蛋不肯他给，米蛋也吃给。两晓得，一碗三花面，还吃吃碗下三碗呢。这种面是差人高呀。咁你们要再吃啊？我是不舍得个身体哇，最云咱们啊，吃来碗面没差不多啊。